房貸呢一定要提前還嘅，但係有個坑，銀行係唔會主動同你講嘅。就算你手上淨係得個1萬2萬，甚至5000都好啦，都一樣可以提前還房貸。聽我講嘅方法，做啱咗，慳出嚟嘅利息，分分鐘夠你買台遙遙領先。首先就第一步，打開你供樓嘅嗰個銀行嘅 APP， 搜索提前還款呢4個字。跟住第二步，打開你嗰筆睇見就眼冤嘅房貸。第三步好關鍵啦，還款類型一定要揀部分還款，跟住就輸入你要還嘅金額啦。最重要嘅一步嚟啦，第4步一定要揀月供不變期數減少呢一個選項。如果第4步你揾唔到期數減少呢個選項呢，咁你可以直接打去銀行客服啦。如果個客服推你，記住你同佢講我要打12378呢個電話，你一打佢就驚噶啦。要記住啊，每減少一期就等於你少還咗一筆利息，無論慳咗幾多，你都係穩賺嘅。大家記得點個關注啊，識多個懂金融嘅朋友，你冇蝕底嘅。